我们来看以下说明的例子。较好的名录风学客家话，也是上实体课程，请用多年学客话写一篇文章，250到300字来表达你的看法。我们就从题目本身来分析，先找题目中的名词和量词，通常这些会是题目的范围和限制。而决定你能不能写到题干核心的重点，往往是题目里的动词和形容词。所以，多年学客话这个题目，我们分析一下，这句话里面的名词是客话，我们要确定内容的范围就是客话，不能写其他语言。再来是动词学。所以文章重点会放在叙述你是怎么学，或是根据说明，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学，有什么优点？依照你个人的经验，你比较喜欢哪种学习方式？如果你没看懂题目，在文章中一直谈学客语很重要，大家都要来学习，传承客家文化，那就有点偏题了。再来必须快速的做全文的构思立意，像这种题目是偏重论说文的文体，建议采用4段论述，先总说、分论、分论再总说的结构来下手。你可以这么规划：第一段，什么情况下你需要学客话，也就是你学客话的背景。第二段，先写网络线上学习的优点。第3段，再写实体课程的优点。第4段，最后总结，无论用哪种方式学客话，都要有认真的态度。我们直接来看范文。根据刚刚的构思，第一段，什么情况下你需要学客话，也就是你学客话的背景或原因，你可以这样写：26年來，因正防疫嘅關係，當到客語認證嘅研習評判，我為到愛參加認證，未接送啲學下一家掃描前資料，看客語思想教學，本牙嘅學習唔會團體。第二段，先分論網絡線上學習的優點。我们就要提出线上学习客话有什么优点。比如讲，线上学客话懂事行，线上啲线上未做得随时留学生嘅互通。名录风还有青岛客家养音资源，还做得啲亲自发通地度欢喜学客语。以上的叙述说明，在网络上也可以欢喜学客语。第3段说完网络上的学习，我们再分论上实体课程的优点。分论的意思就是要提出不同的观点，比如实体课程，做得同大家面对面讨论问题，有讲有笑，遇到较唔會發音嘅事，還做得感受欣賞熱情嘅精神指導，留面對人嘅機器都冇共用。而且在这段要表明自己更喜欢上实体课，呼应题目说明的要求。較好啲名錄風學客家話，也係上實體課程。我們就寫我還係親好啲學校留先生同學共下上課，打嘴鼓學習客話。第4段最後總結，無論用哪種方式學客話，都要有認真的態度。最後一段最重要的是能回扣主題，多年學客話。更加分的是，你可以引用客家老古人嘅諺語詞賦法。所以我們可以這麼寫：客家老古人講，唔要上天台，
我有六天數。總講天愛日日數，天愛日日多。唔管你選擇用哪種方式來學客家，聽出愛色盲。記得要在回扣主題，多年學客家，客家萬世傳。能這樣寫，就是一篇結構完整又能扣緊主題的好文章了。所以，只要依照步驟來寫作，是不是沒有你想象中的困難呢？